到健美兩字，一般人一定會浮現到金馬閩南的傳統印象。但是現代的健美運動早就已經打破掉性別的傾向，不再是男性的專利。2025年總統盃健美比賽，來自新北市，人攏叫伊是小鬼教練的陳怡君，打敗掉所有的對手，分別摕到女子形體163公分組的冠軍，以及女子形體全場總冠軍。伊深刻的金馬線條，唔但展現着女性健美選手的堅強實力，更加代表伊長時間努力、刻苦訓練的成績。陳怡君安怎突破着女性體格身體的限制，一步一步摕到健美比賽的冠軍。這回來看伊的故事。就算你在過程遇到了很多挫折，你還是不能放棄。經常看到他訓練的時候，其實是覺得蠻捨不得的。我覺得默默掉眼淚，因為我就覺得看他自己練得很辛苦，我超心疼那種感覺。全場總冠軍陳怡君，我做到健美運動練得很壯的一件事，是我想要保護好我身邊的人。金馬被按線條真明顯，在刻板印象，焦點總是以男性為主的健美運動，早就有無共風景。今日講來重要的健美比賽總統盃，也能看到北京女性出彩的形象。我叫陳怡君，然後我的綽號叫小鬼，大家要叫我小鬼。青花的比賽活動，外鼓動式，和金馬線條更加明顯，是點動作。陳怡君趕在場途進程，做最後的熱身。緊張，然後很興奮，可是就也不知道名次會如何，就全力以赴。抱着緊張的心情走向舞台，比賽正式開始。來自台南市254號陳怡君，來自新北市。完成指定動作後，就是個人的階段。這是練習過去刻苦訓練成果的最佳舞台。254號陳怡君，音樂請開始。我在台上已經完全聽不到、看不到樓下的人，看不到樓下的，聽不到樓下的聲音。對，很緊張，會發抖。以上是女子形體163公分以下級的賽事，我們謝謝3位選手。對自己有信心，對名次，對，不可以抱太大期望，我怕傷心。對自己狀態有信心。對面公布的組別排名，關係到敢有資格比總冠軍賽，敢若摕到第一名，才有擱上場的機會。名次宣布，第3名253號王新杰，來自台南市；第2名252號吳安杰，來自新北市；第1名254號陳怡君，來自新北市。我們的冠軍等一下到舞台後方熱身，我們將馬上進行 overall。下去一定大哭。強忍激動的心情，甲目屎，小鬼教練總勝主管摕到第1面總統盃金牌。上一次是銀牌，所以這次我覺得要血氣，然後我想要連全場總冠也把它拿下，因為太辛苦了。看伊拍拼做一個健美選手，這一路行來的複雜戰術，簡單來講，就是一句有氧真辛苦。健身到現在大概11、12年了。我的夢想，第一就是當健身教練。那時候我還不是教練，我的主業就是教練。然後第2件事就是，我希望能練得好，然後比一場健美比賽。比賽前一禮拜進入比賽的最後考驗，
當時小貴教練攏講家己的生活實在真無聊。碳水大概一天是抓180左右，然後蛋白質在150，然後脂肪大概30左右。对，就是要抓得很精準。這都是啊，都是我的鯛魚。等一下會有蘆筍。對，冰箱很無聊。禮拜天要比賽了，所以我現在的蔬菜就大致上是蘆筍而已，因為它可以排水利尿。然後也是還是一樣不能吃太多，所以我每次那個要備餐都手忙腳亂。我每次下班回來就有時間第一站就是這個地方，就是這幾個月來都是這樣。今年有2場比賽，然後我等於是今年都一直在處於這個模式，所以身體壓力很大。為了達到上屆完美體態，嚴格計算食物的重量，每一克的200克。碳水化合物攏愛算個正清楚。因為一般人看我們好像吃得很健康，其實我覺得營養素是不足的。這是我的訓前，然後營養素這個是我的補給品，然後雖然還是會有料的，然後還有一些保健食品啊，像最重要的 B 群跟魚油，然後很多。因為備賽後期比較沒有能量，所以我幾乎訓練前都會喝這些東西，然後買了很多口味。清澈個溫暖的客廳，除了有營養補給，更加展示小貴教練出色的成績。因為有了這一場的比賽，然後才能晉升比總統杯，然後這是我第一次比總統杯是第2名，然後想說這一次要血死看能不能拿到這樣的顏色的獎牌，對啊，我最在意的還是就是我自己有沒有進步這件事，就是有沒有比上一場比賽的狀態更好，這個才是我最在意的。那名次當然其次啊，還是會希望有好名次，對啊 ，OK。然後我們要準備，對，要去着裝。這是我的訓練包包。毛巾，然後跟我的今天是背，跟一點啞鈴的肩膀，所以只有拉力帶、毛巾。對比賽愈來愈晚，小貴教練講，訓練的強度會相對降低，嚴格在普通人看來，這個訓練有完整充實。一般男生可能都會覺得女生練這樣是不是有用藥？像前陣子我在Twitter上面可能發了我訓練的影片，然後男生就會說這一定是用藥的，就有點被看不起的感覺。可是我反而會覺得很感謝他們，就是講了這些話，然後這些話就成為我一個推動我的一個力量。健美運動以健美細節加健壯的體態當作評分標準，因為女性不合成健美上重要的荷爾蒙高果酮，相連男性的高果酮濃度通常是女性的15到20倍。就算同款的訓練強度，也減配達到跟男性同款的健美量，加上體脂肪較懸，女性要訓練做健美量大、體脂肪低健美選手非常的困難。基本的就是最低門檻就是比基尼，肉量不能太大，就是整體的美感比例要比較充足一點，然後再來就是我這種女子形體，好，它要就是你要有點肉量，然後腿的圍度。然後還有我們一樣肩背都要寬啊，然後下肢也是要呈現有一個 X 狀。我就比如說我這樣擺出來，我的肩跟下肢它是有一個 X 型。女組形體組分組賽結束後，部分組的總冠軍戰正式登場。在站上台那一刻，我是替自己很感動。我站上台就看到自己的進步，或是我拿到一些獎牌，我覺得我是被肯定。恭喜我們的全場總冠軍254號陳怡君，來自新北市。就是可能在親朋好友下，我也讓他們覺得也很光榮的一件事。比賽結束了，你可以大哭了。
就是替他就是開心感動之外，就是真的覺得他真的很辛苦，壓力很大，很難過的時候，其實我都會有時候會抱着他一起哭。我終於拿下了比第1名更有意義的全場總冠，不枉費我今年真的很辛苦。然後我真的很想吃肉桂卷，我今年真的很累，我都沒有吃甜點。是因為這件事可能也是我從小到大是可以做得最好，然後也是可以讓媽媽覺得光榮的一件事。小時候是家庭暴力的環境，然後其實小時候就是一直不斷的經歷這些事情的發生，然後直到可能我長大了，然後我就記得我跟媽媽說，我以後一定可以好好保護你。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我做到健美運動員，或是我自己練得很壯這件事，是我想要保護好我身邊的人，所以就是想要讓自己變得更好，然後要讓覺得我不行的人，然後看得起我，可能是這種心態吧。對健美運動的堅持，和小貴教練突破身體甲社會刻板印象的限制，伊想要變更加臃腫，有能力保護所愛的人。前進，我一直就覺得他是一個很閃亮的存在，就是我會看到他就是追求夢想過程中，他一直在發光，而且他其實每一次都很努力，就是很盡全力。我做這件事，我覺得我很開心，就是我開心是我覺得我很幸福，我可以去做這件事。可是我假如很在意別人的眼光，那我明明就很愛健美這一塊，那我放棄了。我覺得到後來我一定是會有一個很大的遺憾。15年前，在性別刻板印象較真嚴重的時代，伊就正負主張，要將外界的聲音甲看法放在心內。我們這些中性打扮的沒有罪，然後我們只是覺得這樣穿很舒服。2010年，小貴就在社群成立社團，號召支持女性中性打扮，讓大家看到伊唔驚社會眼光的堅持。這又講到那時候創立的那個社團，就是一句話，就是做自己。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決定，你不應該要去受到其他人的眼光而去改變自己。對於過去原來看的目標轉變做誠實定調，小貴永遠嘉許當初的中性打扮，伊的健美人生過了繼續。一樣的心情不一樣，整個是很像放下心中一塊石頭的感覺，呼吸是沒有壓力的。這邊。現在吃東西都會笑。要陪你一起做嗎？好啊，來吧。在競技場是選手，離開舞台，甲比賽時緊張完全不同。加課的小貴教練專業的認真。我是那種急於求成的人，我就覺得我都來3個月了，我應該有一點肌肉了吧。然後就是沒有想過說，其實我可能是用錯的方式或者是怎樣。然後看到姐姐以後，我就覺得自己變得更有耐心了，因為姐姐她在這條路上已經堅持了可能10幾年，然後她就是很有耐心的調整自己的每一個動作，然後每一個細節這樣子。女生她的力量相對本來就比較小，她們就很難去突破重量這一關，她們會害怕。所以我都會跟我的女學員，或是我自己也會說，跟自己說，不要去害怕這個重量。對，這個是必須要去跨出這一步，你才有可以去得到你肉眼可看到的進步。堅持到底，意志堅定，這是大家健美參賽選手一定會經過過程。我覺得就是我在健美這件事上面，堅持不放棄的一個心態，就是我覺得這個心態，你不光是在你的人生道路上，你遇到很多事，或是你熱愛一件事，你就要去
堅持做自己，然後去走到底。就算你在過程你遇到了很多挫折，你還是不能放棄，不然你看走了那麼長，你放棄了，那你前面那些路不就是白走？因為熱愛，認真去做，小鬼教練就是堅持，活出甲人無同，精彩的健美人生。